假讯息越来越多，长辈们看到吸睛或是夸大的讯息就会转传出去，而这些资讯往往都是错误的假讯息。尤其是在疫情期间，医疗资讯满天飞，许多长辈都会误信误判。为此，中嘉宽屏三冠王双子星与兴隆医院前往台南市小东里社区，教导长辈们如何辨识假讯息。借由这一次我们的中嘉宽屏还有我们兴隆医院来合办这一次的媒体识读。这媒体识读我觉得非常重要，可以让长辈可以了解到这些从LINE里面或脸书里面所传递出来的一些消息可以让他们增加他们去判别不要去误传或者误按一些网页的连结以及一些错误的资讯。现在资讯都很发达，所以其实社区的长者都可以从 LINE 或是说一些电脑的部分去看到我们的一些资讯。那其实很多资讯都是不对的都是不正确的，所以我们特地跟中嘉宽屏还有我们的小东里的办公处一起来合作这样子的一个媒体识读的部分，希望能够让你们有一个正确的知识，然后不会去受骗。课程内容丰富又有趣，包含了辨识错误的医疗资讯，以及辨别真假新闻之外，更透过与长辈互动，教导他们辨识社群软体上的假粉专，同时也分享了专门查核假讯息的手机软体，现场更教导长辈如何使用，而长辈们也很认真的学习，请教里长以及讲师如何使用，让长辈们收获满满。当我们看到这个讯息的时候，我们要先听听看，想一想之后，不要随着这个对方说叫你按赞转传，你就真的做了这种事情。这课程的话，可以让我们学到很多在我们媒体上面来了解真假消息如何去辨别。这个讲座可以常常办，然后你们中嘉宽屏也可以常常到各社区去办，不止到我们小东里，这样让更多的民众可以知道。现在不论年龄、不论性别，人手都有一只手机，在资讯爆炸的时代，如何能辨别错误的假讯息？尤其长辈都会被社群软体内所传出的假讯息所误导，往往都需要里长来协助判别，甚至错误的医疗资讯也会造成医院的困扰。中嘉宽屏三冠王双子星也会持续举办媒体识读的课程，让假讯息无所遁形。记者杨顺怀台南采访报道。